好，好，终于有一首歌你们听得懂了，我对我的祖先也有交代了。希望你们会喜欢原住民的单纯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也玩得开心。印地音乐巡回，我看起来应该这边是很多人，谢谢你们抽空来听。应该印地音乐很多优秀的人才，包括我们也是。请给我们原住民青年一次机会。以后你们有机会当什么电子公司的老板，一定要好吧？这样我才可以再拍什么阿美族巴莱啊，拍下族巴莱。好啊，继续说。啊，介绍一下妹哦。哎，哇，妹，哇，介绍，为什么要介绍呢？我想说，到底是哪里失焦了？原来你们焦点在这里哦。好，介绍一下我们的乐团，是不是？是。好，一个介绍啊。吉他手小龙，鼓手杨明，贝斯手正妹阿丽。我今天叫他穿很保守的还是？好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演出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会用网络啦。演出很辛苦，要会打猎，又要会打电脑，太难了，又要文化传承，又要融入社会。要不然去套是换你们好了，你们来学打猎，我教你。我教你上网 Google 猎物在哪里。不知道哦，会不会 Google 上面会知道山乡住哪里，还是山住哪里？然后就按 Google 就开始找，然后按那个交通工具，用走路大概49分钟，前面有5天，5天又49。好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好，然后最后一首歌《拉千禧》，献给各位。